港澳嘅老記注意啦，日日珠澳跨境返工，過關又要排長龍，租屋嘅話又貴又細，仲要係陌生嘅屋苑，真係煩到爆啊！今日專登嚟同大家睇一個拱北口岸隔離嘅全新筍盤。首先周邊嘅配套咧，簡直就係為我哋港人去量身訂做嘅。距離拱北口岸咧先係1公里，步行幾步咧就可以過關。青茂口岸咧都喺附近，港珠澳大橋咧直達香港，往返香港、澳門都係非常之方便㗎。生活配套方面咧更加係冇得彈。富華道、摩爾廣場、沃爾瑪，全部都係2公里嘅範圍內。飲茶、買餸、行街、娛樂，落樓就可以搞掂。而家全新推出2單元戶型，由65方嘅2房到98方嘅3房都有嘅。咁全部嘅裝修都係贈送俾你嘅，唔使話日後自己再花心機去搞裝修啦，拎包就可以入住。咁依家重點睇翻呢個65方嘅2房戶型，實用率大家可以感受下。戶型方方正正，採光通風都係一流嘅。講真咧，喺拱北呢個地段咧，真係好少有咁高實用率嘅戶型噶啦。最驚喜嘅話都係佢嘅價錢，好似喺珠海呢個核心地段 ，total 總價呢個2房單位都係200萬左右就可以拎低啦。咁對比翻香港嘅房價，真係筍到爆噶。如果感興趣嘅老友記咧，評論區留言，我將詳細嘅資料 send 俾你。